大家好，近期睇財經新聞，見到美債息破5厘，全球債市風暴呢類標題，揸住科技股嘅你係咪都一把冷汗呢？今日我哋就同大家拆解下目前處於高壓區間嘅無風險利率，到底係會終結 AI 牛市，定抑或只係一場對科技巨頭嘅壓力測試？簡單嚟講，5厘債息對 AI 成長股絕對係一個緊箍咒。點解咁講呢？第一，殺估值。AI 股嘅高估值係建基於未來賺大錢嘅預期，息口高咗，未來賺嘅錢折算翻而家就大縮水，市盈率自然要面臨下跌壓力。第二，資金抽走，而家買美國長債都有5厘嘅無風險包底回報，好多大資金就唔想喺高波動嘅股市入面擔驚受怕，寧願轉移陣地。第三，燒錢成本變貴，搞 AI 模型係一場軍備競賽，借錢成本暴增。資金唔夠嘅中小型科技公司隨時頂唔順，聽落好似好悲觀，大家又唔使太擔心。今次 AI 狂潮同當年科網爆破好唔同，好似微軟、Google、Meta 呢啲巨頭，佢哋根本唔使借錢買算力，佢哋本業有龐大嘅現金流，手揸住1000億現金，喺5厘息環境下，反而仲可以賺到豐厚嘅利息添。殘酷啲講，高債息反而幫巨頭清理緊戰場。冇錢嘅初創公司捱唔住昂貴嘅融資成本，最後算力同人才只會更加集中喺呢班現金牛巨頭手上，形成算力壟斷。不過華爾街唔係食素嘅，巨頭最大嘅壓力係變現嘅能力。你年年掟幾百億美金落去搞 AI， 到底財報上面證唔證明到可以賺翻遠超5厘嘅利潤？證明唔到，華爾街一樣會毫不留情咁拋售。回顧歷史，高債息唔一定係科技股毒藥，只要企業嘅盈利增長極度驚人，跑贏利率，股價一樣可以破頂。總結一句，目前嘅債息風險對 AI 巨頭嚟講唔係生存危機，而係一塊無情嘅照妖鏡。5厘息唔會阻止到巨頭買 GPU 嘅步伐，但市場會攞住放大鏡去檢視佢哋每一份業績。各位投資者喺高息時代揀股就要更加睇重企業嘅現金流同實質盈利啦。最後提提大家，以上內容純屬市場分析，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獨立研究同考慮風險承受能力。拜拜。